大家好，我叫做 Dexter， 我係一個研究海盜歷史嘅學者。今日我哋會嚟答一啲網友關於海盜嘅問題。咁第一條問題咧就有網友問咯，海盜其實係點樣嚟嘅呢？咁佢就話有睇過呢，有人話係啲葡萄牙人呢就係最初嘅海盜㗎啦。咁係咪真嘅呢？咁樣咁其實呢，海盜呢，就最早就當然唔係葡萄牙人啦。海盜嘅歷史咧，其實就同我哋海洋貿易嘅歷史一樣咁長嘅，所以人類可能最早我哋講緊希臘羅馬嘅時代已經有呢個海洋貿易，甚至乎更早嘅時間咧就已經有海盜㗎啦。咁之後當然唔同嘅時代或者唔同嘅地區都有各式各樣嘅海盜啦，譬如維京人啦，或者再之後加勒比嘅海盜啦等等。咁但係至於葡萄牙人咧，其實喺香港都有俾人當成過係海盜㗎喎。即係明朝嘅時候，葡萄牙人啱啱嚟到中國或者啱啱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其實都俾明朝嘅官員咧當成係海盜。咁呢度其實都有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就係海盜究竟係乜嘢呢？其實好多時個結論都係政府話你係，你就係啦。咁跟住第二題咧，就有網友問啦，除咗張保仔之外，香港仲有冇好多海盜嘅呢？咁其實係有嘅，香港有海盜嘅歷史咧，少講都已經有500年以上㗎啦。咁所以張保仔之前，我哋知道咧喺明末嘅時候已經有譬如林鳳啦，或者係林道乾啦呢一隊嘅海盜集團咧，其實都有嚟過香港㗎啦。咁之後當然張保仔就係18世紀末、19世紀初嘅人啦。之後咧，其實喺19世紀中葉咧，我哋都仲有更加多嘅海盜集團嘅，譬如係15仔啦，大家可能都有聽過，或者係徐亞寶啦，都係一啲好大型嘅海盜艦隊。去到19世紀末咧，甚至乎仲有一個傳說中喺澳門嘅一個海盜集團啊，就係黎財山嘅海盜集團啦。咁當然佢哋嘅呢一個史料咧，就係唔係十分之清晰，咁所以佢嘅真確性咧都係存。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其實香港嘅海盜問題咧，一直到二戰前後咧，都仍然存在嘅。不過就比較缺少一啲我哋熟悉嘅大人物啦。咁跟住咧，又有網友問啦，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加入海盜嘅呢？海盜船上面嘅組織架構又係點呢？甚至乎，如果個海盜嘅 CV 裏邊有幾年嘅 gap year interview 嘅時候咧，會唔會冇機會嘅呢？咁樣咁其實點樣加入海盜呢？大部分人如果我哋以張保仔時代嘅香港海盜或者中國沿海嘅海盜為例的話咧，大部分人咧其實都係自願加入嘅。咁所以佢只要行埋去，佢即係揾嗰啲海盜同佢講想加入咧，咁通常都會歡迎嘅。有冇 interview 咧？可能都有，尤其是初期，可能都即係唔係太多人加入嘅時候咧，可能都有嘅。咁有學者指出咧，就係張保仔嗰個時代到佢比較後期嘅時候，由於實在太多人想加入張保仔嘅艦隊，或者佢附屬嘅其他艦隊想做海盜嘅緣故啦，好多時佢哋都應接不暇，實在太多人想加入啦。咁所以到後期咧，可能真係會冇咗 interview， 咁就人人都可以入嚟咁樣啦。咁海盜船嘅架構咧，其實由我哋用翻張保仔為例的話咧，佢哋嘅船隊上面嗰個指揮架構咧，都係相當之嚴謹同埋分明嘅。咁通常即係張保仔夫人啦、鄭一嫂啦，咁咪係最高嘅領袖啦。下面通常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頭目，以至在下面有細分小頭目。咁個指揮架構咧，其實係相對嚴謹嘅。咁你話至於如果中間有幾年嘅 gap year，會唔會好難做到海盜呢？其實都唔怕嘅，因為歷史上我哋都知道好多海盜咧，其實都有 gap year 嘅。尤其是19世紀末去到20世紀初嘅好多海盜咧，其實本身都係一啲係海員嚟嘅，其實本身係行船嘅，但係因為某啲原因佢可能失業隔咗幾年都揾唔到工咧，最後可能就會做咗海盜啦。咁所以好多時呢啲海盜咧，其實做海盜之前佢都有 gap year 嘅。咁跟住又有網友問咯，海盜之間其實會唔會成日轉會嘅呢？如果成日轉，又會唔會俾啲 HR 話佢好 jumpy 嘅呢？咁其實海盜咧都真係會成日轉會嘅，因為海盜咧，尤其是如果我哋以華南嘅海盜啦，或者再以張保仔為例的話咧，嗰啲海盜本身其實就係一個
part time 或者係 freelance 甚至乎 freelance 嘅性質啦。咁所以好多海盜呢，其實做幾個月可能就唔做㗎啦，可能佢揾到其他嘅好路數，或者佢可能就想做翻漁民啦，咁佢又會做翻漁民。咁跟住可能再過多幾個月，咦，做漁民又唔係好揾到食咯喎，或者個捉魚嘅季節過咗咯喎，佢可能又會翻嚟做翻海盜。咁翻嚟做翻海盜，係咪又退翻原本嘅艦隊呢？又唔一定喎，可能過咗隔離。咁所以佢就會咁樣轉會，不停咁轉會。咁呢個係一個經常發生嘅事。咁當然我哋依家講緊嘅可能係啲好低下層、好前線嘅海盜。咁你話頭目嘅或者係一啲首領級嘅，咁當然就未必會成日轉會啦。咁呢個牽涉到忠誠嘅問題啦。海盜本身都係一個好重視忠誠、好重視 loyalty 嘅一個團體。咁但係終極嘅轉會，當然我哋就一定可以講到，其實張保仔最後除喺紅旗幫裏邊係轉咗會去清朝嘅，因為張保仔最後呢，係到1810年嘅時候都係去咗向清朝投誠啦，跟住變成呢一個清朝嘅水師，跟住再翻嚟打翻佢其他海盜，咁某程度上都係一種轉會，咁轉會轉到咁呢，都算係一個終極嘅例子嚟㗎啦。咁跟住落嚟呢，就係一啲關於日常生活嘅問題啦。譬如有網友就關心呢，咁究竟啲海盜平時係食啲乜嘢嘅呢？會唔會餐餐都有魚生食嘅呢？張保仔佢哋都係屬於近岸嘅海盜啦。咁近岸嘅活動嘅海盜咧，有一個好處就係其實佢哋補給咧係非常之容易嘅。尤其是張保仔嘅紅旗幫咧，喺岸上本來就有非常之extended 嘅一個補給嘅網絡啦，好多人可以提供食物俾佢哋嘅。咁啊，而佢哋咧其實佢哋都非常之揾得錢嘅，咁所以買食物對佢嚟講其實絕對唔係問題。咁佢哋一般嚟講會食啲乜嘢呢？嗱，佢哋基本上都係漁民出身啦，咁所以食魚咧都係一定㗎啦。咁啊，其實佢哋嘅餐單，日常嘅餐單可能同岸上嘅居民咧，其實唔係相差太遠嘅啫。會食一啲飯同粥啦，會食魚啦，亦都會食一啲菜啦。豬牛嗰啲咧都會比較少㗎啦。咁啊，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係鹹魚咧，係一個對佢哋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食物嚟嘅。鹹魚大概係喺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開始喺中國沿海，尤其是廣東一帶開始出現啦。咁所以到張保仔嘅時代呢，其實鹹魚已經係非常之盛行，而且係一個非常之廉價，亦都營養充足嘅一個 protein 嘅來源嚟嘅。咁所以其實咧，佢哋應該都食唔少嘅鹹魚。不過偶爾咧，其實喺一個好罕有嘅情況底下，如果佢哋遇到糧食不足咧，都可能會需要食到譬如係老鼠啦，或者係船上面會捉一啲蟲啦，諸如此類嘅嘢嚟食。咁跟住又有網友問咧，就係海盜船上面成班都係男人，佢哋點樣解決性需要嘅咧？會唔會來都來了咁就照去咧？咁樣咁其實咧，我哋需知道咧，同性嘅性行為或者係同性嘅關係咧，喺海盜嘅世界裏邊其實係非常之普遍嘅。咁亦都唔係淨止華南海盜或者唔係淨止張保仔嘅艦隊上面係咁嘅，好多世界各地嘅海盜咧，其實都有類似嘅例子，包括係加勒比海啦，或者大西洋嘅海盜啦，或者地中海土耳其嘅海盜啦，諸如此類。其實同性嘅性行為咧都係非常之普遍嘅。咁亦甚至乎唔係淨係海盜嘅海軍裏邊咧，都有類似嘅情形嘅。咁個原因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真係海盜或者係海軍船上面咧，本身就係一個性別非常之單一嘅環境，加上咧喺海盜船上面通常咧都冇咁受陸上岸上嘅道德規條所限制，咁所以佢哋比較可以自由咁樣去表達自己啦，或者係接受唔同嘅一啲嘅關係啦，甚至乎性關係啦等等。咁但係當然同一時間我哋都會見到咧，有一啲嘅同性性行為咧，其實可能係被逼嘅。咁啊，亦都可能係一啲嘅權力關係啦，可能係一啲首領對下屬嘅一啲嘅強迫嘅行為啦。咁呢個亦都係好不幸地會常見嘅。咁跟住落嚟咧，就應該係一題呷醋題啦。咁就問啦，如果張保仔個老婆同張保仔嘅媽媽同時跌落水的話，張保仔究竟會救邊一個先呢？咁樣呢個問題非常之有趣，因為對張保仔嚟講呢個答案非常之簡單，就係張保仔嘅老婆同張保仔嘅媽媽係同一個人嚟嘅。點解會咁樣呢？咁啊，我哋由張保仔嘅身世開始講起啦。張保仔本身係一個新會嘅漁民啦，佢係俾一個叫做鄭一嘅海盜綁架咗，跟住收養為一個養子。咁但係咧，當鄭一死咗之後，
鄭一嫂啦，即係鄭一嘅老婆啦，就繼位成為呢個紅旗幫海盜集團嘅首領。咁但係鄭一嫂咧，因為佢憑佢自己嘅力量咧，好難駕馭晒咁多個海盜嘅頭目啦。咁佢就需要一個強而有力嘅助手去幫佢手一齊做嘢。咁嗰個咧就係張保仔啦。咁為咗鞏固佢同張保仔之間嘅關係咧，咁鄭一嫂就決定改嫁俾張保仔。咁所以鄭一嫂由原本係張保仔嘅養母，跟住搖身一變就變成咗張保仔嘅老婆啊！咁之後咧，兩個人咧都係廝守終身啦，去到一路去到最後啦。咁所以對張保仔嚟講咧，呢一個問題咧就比較巧妙啦，因為老婆同埋媽媽係同一個人嚟嘅。跟住落嚟，仲有更多關於張保仔嘅問題啊！咁啊，有網友問咧，其實張保仔識唔識英文嘅咧？如果張保仔去考 IELTS 會攞幾多分呢？咁樣咁啦，當然好難直接答佢會攞幾多分啦。張保仔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視同洋人去來往嘅。我哋知道咧，張保仔非常之重視，佢希望得到譬如係西洋嘅武器啦，或者西洋嘅技術知識啦，甚至係西洋嘅船艦啦等等。咁咧，佢亦都經常咧其實係會同英國，尤其是東印度公司嘅人員咧係談判嘅，甚至乎咧佢可能唔係淨係識得英文，亦都可能識得葡文嘅，因為佢亦都會同澳門嘅葡萄牙官員啦，或者係葡萄牙人咧係去來往或者係談判啦，甚至佢會綁架咗一啲葡萄牙人之後咧係會去澳門嗰度傾贖金嘅。咁啊，我哋好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張保仔即使佢可能有一啲嘅翻譯幫助底下都好啦，最低限度咧，其實佢應該都可以講到少少英文嘅，或者我哋所謂叫做楊敬賓英語啦 Pidgin English 咧，其實就係一啲半鹹淡嘅英文，可能係用廣東話嘅發音或者係中文嘅 grammar 去講一啲即係半英文咁樣嘅語言啦。咁啊，呢種程度，即係如果真係要問的話，去考 IELTS 我估3或者4分。咁跟住咧，可能亦都係網友最關心嘅問題咧，就係張保仔洞入邊究竟有啲乜嘢嘅咧？海盜其實有咩寶藏收埋咗喺邊嘅咧？咁樣，如果大家睇開麥兜咧，根據麥兜咧，張保仔洞入邊咧就應該係有一個食剩半個嘅叉燒包喺入邊嘅。咁但係係咪張保仔食過咧？我哋就唔知啦。但係一般嚟講咧，海盜係唔藏寶嘅，尤其是華南嘅海盜或者係張保仔個時期嘅海盜，基本上都係唔藏寶嘅。點解呢？第一呢，就係佢哋嘅艦隊，佢哋嘅實力實在太強大啦，根本就比政府嘅官軍更加強大。咁佢係唔需要收埋任何嘢嘅噃，政府係奈佢哋唔何嘅，冇嘢需要收埋，亦都冇嘢需要逃避政府嘅追查。咁所以佢哋係唔需要特登收埋嗰個寶藏喺張保仔洞入邊。但係調翻轉講呢，我哋都可以話其實海盜呢係好識得收埋佢哋啲錢嘅，尤其是張保仔嘅紅旗幫呢，喺岸上面，譬如喺甚至乎喺大城市喺廣州或者澳門呢，都有非常之完善嘅可以幫佢銷贓啦，或者係幫佢洗黑錢嘅網絡嚟嘅。咁所以你哋都可以話其實寶藏呢，一早就已經喺廣州或者澳門嗰啲銀號之間呢，或者唔同嘅洗黑錢嘅生意裏邊呢，已經收埋得非常之妥當啦。咁跟住落嚟呢條問題呢，睇嚟網民真係好想做海盜啦。咁佢又問啦，香港呢就買車容易，養車就難。咁買船呢都係同樣道理嘅啫。如果冇船，仲可唔可以做海盜嘅呢？海盜可唔可以冇海盜船嘅呢？咁樣咁個答案呢，其實係可以嘅，因為我哋知道呢，喺19世紀末至到20世紀初呢，出現咗一種新型嘅海盜。咁啊就係一啲海盜呢，假扮乘客登上一啲嘅輪船啦。咁啊，當個輪船開到公海之後呢，佢哋就會起身去hijack 咗嗰隻船啦，騎劫咗隻船，然後搶劫上面啲錢嘅。咁啊，呢一個呢，就喺19世紀末，當蒸汽輪船慢慢普及之後呢，就成為咗一個新興嘅海盜嘅手法啊。咁啊，呢啲海盜呢，通常呢都會假扮乘客啦，佢會正途買飛咁樣上船啦，有時甚至會買頭等嘅飛啦。咁啊，佢哋通常你都會繞過晒所有嘅保安嘅檢查啦。有時佢哋會買通咗一啲嘅船員，等佢哋可以偷運一啲武器上船啦。咁啊，船公司本身會有一個所謂保證人嘅制度嘅，所有上船嘅乘客咧，都一定要有酒店或者係其他機構推薦信咧，先至可以上船嘅。但係呢啲海盜咧，往往都可以繞過呢啲制度，成功咁樣假扮乘客上船，最終咧係可以搶到非常之高嘅一啲嘅贓物嘅。
Those aren't pieces of eight. They're just pieces of junk. Aye, the original plan was to use 9 pieces of 8 to bind Calypso, but when the first court met, the brethren were to a 1. Skint broke. So change the name. What? To 9 pieces of whatever we happened to have in our pockets at the time. Oh yes, that sounds very piratey. 咁我哋啱啱睇嗰條片裏邊咧，應該就係描述緊一個加勒比海盜嘅聯盟嘅。咁呢一種嘅海盜聯盟咧，其實都喺現實世界裏邊真實咁樣出現嘅。我哋知道喺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地方嘅海盜，包括係加勒比嘅海盜啦，本身都有一啲嘅海盜聯盟，甚至乎華南嘅海盜，譬如我哋最熟悉嘅張寶仔、紅旗幫本身就係一個海盜聯盟嘅成員啦。咁啊話說咧，喺18世紀末嘅時候咧，華南嘅好多唔同嘅海盜就聚埋一齊組織成為所謂6大旗幫嘅一個海盜嘅聯盟啦，咁包括紅旗幫、青旗幫等等6種唔同嘅顏色。咁啊呢一啲嘅旗幫雖然咧都同呢一度片裏邊所講嘅描述嘅模樣有少少出入啦，即係我哋唔會有好多嘅信物諸如此類咁樣掉落去啦。咁但係好多行為咧其實都類似嘅，譬如我哋會簽海盜嘅契約啦，會劃定好多唔同嘅勢力範圍啦。每個海盜嘅艦隊咧都有佢自己固定可以做生意或者係做世界嘅一個範圍。咁會唔會互相侵犯啦？咁亦都會盡量避免咧係去攻擊其他海盜嘅船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係規定咗搶到翻嚟嘅贓物或者搶到翻嚟嘅資源要點樣分配啦，諸如此類。咁啊，甚至乎咧，其實我哋知道咧，加勒比海盜呢一部電影裏邊，所謂呢個海盜聯盟嘅呢個橋段啦，或者裏邊 Madam Ching 呢個角色咧，其實都係取材自咧我哋呢個華南海盜嘅6大旗幫嘅呢一個故事嘅。而 Madam Ching 呢個角色咧，亦都正正係以鄭一嫂，亦都即係張寶仔嘅老婆做一個藍本嘅。咁今日咧，我哋都答咗唔少網友關於海盜歷史嘅問題啊！咁如果大家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問題，或者有其他嘢想知咧，歡迎喺下面 comment 話俾我哋聽。如果你對呢一類嘅題材都有興趣嘅話，不如撳下下一條片啦〜